看咱国内消息，有200多年历史的这个高雄公山的纳卡花，本来是用物件换物件的传统市集，最近几年来慢慢转型，以美食甲百货以大众的夜市啊，一年敢若办3摆尔。伊毋过有时夜市的这个网友就讲啊，伫纳卡花买一碗大肠面线，碗底发现讲有7、8尾汤匙，引起网友咧讨论讲这真正会冰棒。高雄市卫生局会派人去稽查，另外有摊商表示讲，人是真济，毋过买气无遐悬，甲可恶的是有人用假钱伫买物件。 200多年历史的高雄公山纳卡花，拜六礼拜人是坐甲可出出，拢总1.2公里长的夜市遐，后面众是踅甲寒霜插插地。只不过网友欢喜甲餐点包当去处理，当要吃买顿来面线，毋过看到1只、2只、3只、几若只虫伫咧面线内底收水，就算煮熟啊白摇摇熟，毋过看到虫伫咧碗内底，互网友看甲起价不赔，家己亏讲买一碗高2倍面线倒来，是实在出问题，或者是单位垃圾咧。 那传出有民众食到有虫的面线，卫生理好甲变过单，做到外卖忝时，煞收到假钱。因为人太多啊，小孩有时候会帮我收，所以我就没有注意那么多。1500都有啊。有发现收到假钞过吗？我还没有呢。你看到假钞就不要收啊，那个手感不一样。有2几店收到假钱，另外嘛有被容器区趁人济，头家咧无闲，摕假500买物件。 今年敢若举办3摆纳卡花，本正喜被丢去传统特色补品回厝。不过这几年，当爱头家别拢感受会到买起是愈来愈歹。吃摊的比较多，百货的比较少。啊，你这边逛这啦，拢会想讲来这买一寡比较会当特价啦，啊，比较稀有的东西啊。 如今即马有民众食到保证期面线，佮有假钱伫咧市面流传，纳卡花品质含奖项，主办单位都爱好好监督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